約翰福音46節，咁樣講世界啲，世界已經識，甲已經相信上帝嘅愛對世界，因為到上帝嘅誕生就係愛，咪晒要上帝嘅愛內中，表示到上帝要喺佢嘅心中，世界也要喺佢嘅心中。嗱，人班係愛哪？愛都係要原來，在1哥林多13第4節咁樣講到，愛都要耐心，愛都要恩慈嘅心，愛唔係唔感人嘅心，愛唔係提挑用近嘅心。1哥林多13第5節，愛也唔係做出冇規矩嘅事出嚟，愛也唔係講做出傳道唔忠切嘅，愛也唔係發聲罵人，愛唔係表出人嘅錯，在心中度嚟，因為到愛都係從上帝嘅來嘅，愛都係按照仁愛，要喜樂，要和平，要忍耐，要恩慈，要良善，要忠心嘅心，要滿有嘅心，要控制自己當下嘅心，呢一鏈子上帝交把自己，要在自己嘅心中，因為自己上帝嘅兒女，自己要你9日鏈子。就係要愛嘅人，因為上帝都係愛。人家看自己有上帝㗎，冇上帝喺心中度，佢才看自己責任要責愛嘛，唔係不惡人，唔係講唔向人良人，自己向本人得到和平，向富人行，向本人精神，向安慰人，也攏總都上帝愛自己做出去嘅，因為到上帝都係愛，自己做上帝嘅子女，自己也愛獻出本人人和祈禱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